最近天气无稳定，云林的滋润、四湖甲大溪，因为4月中旬甲下旬上大雨，西瓜食伤侪水，全闭开。目前是交予农政单位来勘查，若准损失超过2成，会甲农业部请天灾救助，1公顷6万2000块。 本地当采收的西瓜，却因为落大雨了后，吸收上过侪水分，开始出现闭气的情形。云林利润西瓜农就讲，西瓜闭气到烂期只有短短2、3天，希望相关单位赶紧来认定再算。咱即摆上底的程序，甲即个灾害补助是毋是有啥物停事较紧，咱紧公告，安尼咱农友甲有法度申请，无你总。 其实阮翕上起来，有当时也去甲公所换整甲规半步啦。是有影是不管大龟小龟吼，白龟真严重吼，这甲雨水实际上有一定的关系，而且烂了后真紧，所以当然咱而且特别要求咱的农粮署吼，甲农改场会当派员赶紧来伫即几天来做现地的勘查。 农改场表示，云林西瓜产期部分集中伫咧5月采收，这届拄好当着4月中过后落大雨，经过初步认定是受到雨水影响。若农粮署是希望西瓜农赶紧向地方公所通报灾害。有收获面积爱超过5%，咱的损害的程度若超过20%，这就用达到咱天然灾害救助的标准。咱天然灾害救助标准若有通过的话，有公告1公顷是补助6万2。 云林县农业处表示，最近天气变好了后，包含利润4湖大溪拢传出着西瓜损害情形，目前由在地公所统计财产面积，结果来向相关的农政单位申报，来维护农民的权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